香港娛樂圈近日又爆出一樁令人瞠目結舌的狗血大戲，主角正是74歲的資深藝人李龍基。這位在演藝圈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揮骨，原本計劃在晚年開啟一段甜蜜的新婚生活，卻沒想到婚禮現場竟變成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。藝子大鬧婚禮，新娘手機驚現老年獵物名單，婚前協議條款更是震驚全網。這一連串的驚人事件，瞬間成為了全城熱議的焦點。李龍基，這位在香港電視熒幕上陪伴了幾代觀眾成長的藝人，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獨特的個人魅力，在演藝界留下了眾多經典角色。從早期的古裝劇到現代都市劇，他的身影無處不在，是許多觀眾心中難以忘懷的老揮骨。然而，歲月不饒人，如今74歲的他，本應安享晚年，卻因一場婚姻，將自己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。婚禮當天，現場佈置得溫馨而浪漫，親朋好友齋聚一堂，大家都期待着見證這對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李龍基身着一套不挺的西裝，雖然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了痕跡，但依然難掩他往日的風采。而新娘則穿着一襲潔白的婚紗，美麗動人，兩人站在一起，看上去也算是郎才女貌。然而，就在婚禮儀式進行到關鍵時刻，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波突然爆發。只見李龍基的藝子突然衝進婚禮現場，情緒激動，滿臉淚痕。他一邊哭吼着，一邊指着新娘大聲自問：你為什麼要騙光我爸的養老錢？這一聲怒吼，如同一顆重磅炸彈，瞬間在婚禮現場炸開了鍋。賓客們紛紛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。原本熱鬧的婚禮現場瞬間變得一片混亂。李龍基的藝子聲稱，自從父親與這位新娘交往後，家裏的經濟狀況就每況愈下。父親原本有一筆不菲的養老錢，這是他多年來辛苦打拼積賺下來的，就是為了能在晚年有個安穩的生活。然而，自從和新娘在一起後，這筆錢就像流水一樣不斷地被花出去。藝子懷疑新娘是別有用心，接近父親就是為了騙取他的錢財。面對藝子的指控，新娘顯得有些手足無措，她試圖解釋，但聲音卻被藝子的哭吼聲淹沒。李龍基站在中間，一臉尷尬。他一方面要安撫藝子的情緒，另一方面又要向賓客們解釋，場面一度十分混亂。就在大家船沉浸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家庭紛爭中時，又一個驚人的消息被曝光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在新娘的手機裡，竟然發現了一份老年獵物名單。這份名單上詳細記錄了多位老年男性的信息，包括他們的年齡、經濟狀況、興趣愛好等，甚至全標注了與他們交往的攻略和預期收益。這一消息一經傳出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。網友們紛紛猜測，這份名單是否就是新娘接近李龍基等老年男性的證據？他是否真的是一個專門以老年男性為目標的獵手？一時間，各種猜測和質疑聲鋪天夾地而來。新娘的形象在公眾心目中瞬間一落千丈，從原本的美麗新娘變成了人們口中貪婪的騙子。隨着事件的不斷發酵，一份婚前協議的條款也被曝光，更是震驚了全網。這份婚前協議中有許多條款讓人大跌眼鏡，其中一條規定，李龍基在婚後要將自己名下的一套房產過戶給新娘，作為婚姻的保障。這套房產位於香港的一個繁花地段，價值不菲，是李龍基多年來的重要資產之一。另外，協議中還規定，李龍基每月要給新娘一定數額的生活費，並且要承擔新娘及其家人的所有生活開銷。更讓人驚訝的是，協議中還涉及到李龍基去世後的財產分配問題，新娘將獲得他大部分的遺產。這些條款一經公布，立刻引發了網友們的強烈不滿，大家紛紛指責新娘太過於貪婪，是在利用婚姻嚟謀取財富。面對這一系列的指責和質疑，新娘終於站出來發聲。她表示自己與李龍基是真心相愛的，並沒有所謂的騙錢行為。那份老年獵物名單是有人惡意偽造的，目的就是為了破壞他們的婚姻。
關於婚前協議，他稱這是雙方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簽訂的，是為了保障兩人婚後的生活。然而，新娘的解釋並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。許多網友認為，即使名單是偽造的，但婚前協議中的條款也足以說明他對財富的渴望。而且，在婚禮現場危子哭吼遍光讓老剪的情況下，很難讓人相信他與李龍基之間是純粹的愛情。李龍基在事件發生後，也一直保持沉默。他或許是在思考如何處理這場突如其來的家庭危機，又或許是在回憶自己與新娘之間的點點滴滴。作為一位74歲的老人，他本應享受天倫之樂，卻未想到在晚年旋要經歷這樣的風波。這場婚禮風波不僅讓李龍基和他的家人陷入了困境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許多人對老年人的婚姻問題展開了討論。在當今社會，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觀念的轉變，老年人再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。然而，老年人的婚姻往往涉及到財產、子女等多個方面的問題，容易引發各種矛盾和糾紛。一些專家指出，老年人在婚前應該充分了解對方的背景和情況，進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。同時，最好能夠簽訂一份公平合理的婚前協議，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，以避免日後出現不必要的麻煩。此外，子女也應該尊重老年人的選擇，給予他們足夠的理解和支持，而不是一味地干涉他們的婚姻生活。回到李龍基的事件上，這場婚禮風波究竟會如何收場，目前全不得而知。危子是否會原諒父親和這位新娘，他們的婚姻是否能夠繼續下去，都全是未知數。而新娘手機裡的老年獵物名單是否真的是偽造的？婚前協議的條款是否會得到修改？這些疑問也等待着時間的解答。可以預言的是，無論這場風波最終的結果如何，他都已經給李龍基和他的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傷害。這場原本應該充滿幸福和喜悅的婚禮，卻變成了一場令人痛心的鬧劇。希望李龍基能夠盡快從這場風波中走出來，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同時，也希望社會能夠更加關注老年人的婚姻問題，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加和諧、穩定的婚姻環境。在這場娛樂圈的狗血大戲中，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和現實的殘酷。愛情和財富在面對生活的種種考驗時，往往會變得脆弱不堪。而對於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，或許應該從中吸取教訓，珍惜身邊的感情，理性看待婚姻和財富的關係。畢竟，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裡，能夠擁有一份真摯的感情和安穩的生活，才是最寶貴的財富。而李龍基的這場婚禮風波，也將成為香港娛樂圈歷史上又一個令人難忘的經典案例，被人們久久銘記。